咁屬牛整體喺2015嚟講運程真係喺12生肖入邊係比較差啲嗰一個啦，因為點解呢？屬牛自己本身就沖太歲啦，咁我哋之前都有提及過，如果沖太歲嘅話呢，會影響一個人嘅心情或者係情緒波動嗰方面呢，都會比較大嘅。咁加上屬牛帶到所謂一個三刑星啊，三刑星嚟講呢，即係譬如好似中意係自刑嘅，自刑嘅意思即係話呢，自己做出一啲嘢呢係害累到自己嘅，分分鐘作出一個決定呢，過後自己會後悔嘅。咁屬牛要小心呢樣嘢啦。再加上有帶欄杆同大耗星，嗱之前講咗屬鼠啊，但係小耗星係小破財啦。咁大耗星嘅意思即係話係大破財㗎啦。咁再加上欄杆嚟講呢，欄杆即係好多時候喺今年嘅路程入邊呢，處處都有為難性質嘅嘢發生嘅，即係一係就係事情嘅呢，唔係咁順利嘅，樣樣嘢都好呢，只要一關而渡過呢，先至可以即係破關而出嘅。所以屬牛呢，喺2015入邊呢，一定要謹記，要堅持得要到底啦，千祈一定要你咬直牙根要渡過今年呢一年嘅。